固执，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干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一年的固执，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干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上是在我面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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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
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影相相，无影自遮，残一半囝梦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一领被烧我。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Hello， 大家午安，对，午安，午安，午安。来，我来把 BGM 放一下吼。大家有听到啊？耶、哦，好，猪猪感冒恢复期间，对，恢复当中，现在就差一点点了，就只差一点点，就真的都恢复了哦。真的是只差一点点，希望可以快点恢复。大家午安啊！我又是难得可以开台的猪猪，而且刚好前阵子又时逢超级大感冒，之前真的是完全咳到咳成猪，你知道吗？
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哦！总算这个时间又可以看到大家了。大家午安，吴昕老师打破咳嗽的屏障，来边开好哦，好，我边开预算边开箱嘛。好，最近我们那个雨生老师啊，我们吴昕，对吴昕，我最近看到那个合口音，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台罗的东西，我都一直努力要逼自己要念好，不是乌星是乌星这些东西那种妹妹嘎嘎真的好困难哦。我们期待一下之后如果有机会再请我们乌星老师来教猪猪念台语，早日康复嘛，谢谢你们，谢谢。对，又是一个好不容易中午时间可以看到大家的猪猪。然后我最开心的是我们15天过后，我们的猪只成功的守下了，对，就是这个非洲猪瘟没有再扩散出去，然后猪肉又回来了，我好开心我真的超开心的因为这是频道的老观众们都知道，基本上猪肉摊对猪猪每个月频道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贡献。为什么？因为可以去翻我历年的一些那个创作料理，我们的料理都是在就是猪猪家里附近，然后很历史悠久的传统市场的一个阿姨的猪肉摊购买他们的新鲜猪肉。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爱下厨啦，所以那个阿姨那个摊子我真的是以前是妈妈带我去，爸爸带我去，然后像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去，阿姨还非常身体硬朗的就是在卖猪肉给我们，所以那一摊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有感情有温度的嘛。对啊，菜摊也是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有在下厨的其实会对于传统市场发生这些事情都会觉得花了发我的肉呢没有猪肉的这15天多难熬啊，对，是不是？没有猪肉这几天真的超难熬，还好就是有守住，真是太棒了大家安安午安，燃烧神教不好，11月8号我们线上见哦，期待一下哈柴鼠，然后晴天，新秀2，然后小天伊拉萨午安午安，请好好养病，这时候不要看台罗你是台罗中毒吗？不是啦，老师你听我讲，我没时间啦。我的台语其实就真的不是很厉害，对。然后现在有我们吴昕老师就在旁边督促，就是能够把握这最后1个月，我能够进步就是赶紧抓紧时间进步，对，不然我不想浪费任何的时间。我们这次的专辑大家都很棒，就是我觉得我都已经只出一张嘴，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了，至少在发音或者是唱音部分我可以好好的唱，就不要辜负就是可能不管是 Double 团队还是我们吴昕老师，还是我们这次很专业的行销团队，甚至是很厉害的装帧大师艺术大师的大家，很多很多厉害的大家们出一张嘴也要出的很专业嘛，对不对？猪猪即使是出一张嘴也要出的很专业啊！小妮妮谢谢猪猪感冒专户每月练谢谢我们小妮妮帮猪猪拔了这一支拔起来应该不会有出事吧？我应该没有设什么奇怪的目标吧？对，我应该就对小妮妮，我们这支旗拔起来应该不会就这样频道没了，应该是不会啦，对不对？我上面应该也没有打什么奇奇怪怪的目标。谢谢小妮妮拔起。现在就是开台时间真的很少，对，所以就是可以开台的时候对我而言真的都很抒压，然后看到你们真的都很开心，然后看到小妮妮我就想到小喵喵下个月也要迎来生日了，而且小喵喵这个月是当家总裁，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小喵喵这个月当家总裁，所以这个月小喵喵昨天已经有跟猪猪讲说想要吃类似什么东西，我现在在跟他讨论中。对，然后不免俗的一定是离不开芋头啊、香菜之类的，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杭吉玛伊拉塞，对啊，文体猪真的很赞。我觉得失去猪肉的这15天，我真的很难想象没有猪肉的日子，还好有守下来。目前疫情空洞这样一个里程碑，需要2个月。对，我希望就是现在目前还算是有守住，希望我们2-3个月之后，我们可以恢复在国际上面非疫区的国家，这个才是对我们台湾最棒的一个
最棒最棒的就是回到那个里程碑啦。对，希望真的可以再次回到那个里程碑。这我没有乱力气，我没有乱力气，我没有。看看我这个人畜无害的脸庞，你看着我的眼睛，我没有乱力气。我们的胖次只剩下最后5件，对不对？对，我们胖次本体，谢谢大家对于胖次的支持。我们胖次，怎么掉了？手套呢？胖次的手套呢？胖次的手，为什么胖次的手套不见了？胖次，你的手套呢？你刚刚不是乖乖的戴着吗？你不要以为你长得很可爱，你手套不见了我就不会生气哦。对，你长得很可爱没错，但是你的手套呢？那手套怎么不见？对不起，我大家再去找。对，我们谢谢小妮妮的拔起。对，这一阵子的开台小妮妮都会帮猪猪拔起，真的是不愧是你是企业总裁，谢谢小妮妮。对，然后我再继续追聊天室，不好意思，8月1号深深饮料赛要拔什么？等一下小妮妮，你倒是别拔了之后，然后才问要拔什么，这个是大佬的惯性吗？大佬都喜欢拔了之后，或者是加了之后，或者是集资了之后再问说，目前在干嘛？阿恰伊拉赛，猪感冒不一样，反正觉得你终于忙完一个大，也是啦，恰恰，我真的觉得我这次可以撑7个月，7个月真是超7耶！我7个月真的是撑了很久，撑到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完蛋了，我已经7个月没感冒了，我要是感冒了一定是来个大的，但还好这次没很大，还好现在还就跟非洲猪瘟一样也 hold 住。小天谢谢，是追声哥伊拉塞。老干妈伺候是不是？真的假的？小妮妮要这么凶狠吗？所以小喵喵也觉得 OK 吗？老干妈伺候，然后谢谢我们小妮妮也满6个月了。我跟你们说，这个月是小喵喵主持当家，我们这一次的回馈，我们下个月就换小妮妮咯，好不好？而且下个月刚好是我们小喵喵的生日。那说真的啦，猪猪开了高阶会员已经算是3年多了，那目前好像还没吃到猪猪亲手制作的生日蛋糕，目前是小妮妮跟小喵喵的样子，对不对？很像是，就是有连续一直加进去的，对，上上下下那个没关系，那个不勉强，对，怕你们那个压力太大，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做个生日蛋糕或者是专属蛋糕给小妮妮或小喵喵哈。不过这个看缘分，这个不要紧，对。缘分来了，自然而然蛋糕就送到你们府上了。三哥伊拉塞，胖次，对，我的手套不见了，但是胖次还在，谢谢。胖次说，这些囤的这些时候被消耗了，想说囤一下吗？等一下，你不要囤，不要乖乖的，你们乖乖吃到就对了。我们像新鲜的食材真是很珍贵。然后色情伊拉塞。采花是吗？胖次手套是胖次的手套，用胖次做成的手套。好，总之这个是胖次的本体。我们胖次本体目前像剩下最后的5件，然后不嫌弃的话，下方资讯栏好像没，对不起，下方资讯栏好像没有资讯，好像没有胖次那个通贩资讯，你们可能要去 Twitter 找，不好意思，我最近有太多的一些。什么活动或者是一些通贩要宣传，最大的是什么？明天我们的雨瑶11周年的演唱会真的要正式开始了，好不好？很像票卖到，票是卖到昨天而已，对不对？我看一下，希望这一次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棒的观看感受，因为这次真的是。反正就是很棒就对了，我真的不能爆雷，总之就是很棒。然后明天11月8号的场次，也就是出光之诗，也就是雨瑶的第1场演唱会的这个秀，猪猪会以特别来宾的身份跟雨瑶一起共演，希望大家都已经买到票了，对，真的很赞，真的很赞。明天大家晚上8点一定要守在电脑前或者是手机前。伊拉塞，干杯 ！XO 酱好久没听过了吗？是我最近。应该说开始在唱歌养喉咙之后就比较少会去碰辣的食物，我就连 XO 酱也不碰这样。
大佬都先拔旗再问说目前在干嘛？对，没有错，这就是大佬起手式。某一天你看到旗就想拔，然后拔完之后问猪猪说你们现在在干嘛？代表你已经成功的成为大佬了。对不起，我调一下我面部哦，面部一直卡住，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让他再找一下猪猪，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等一下哦。Hello， 光合作用。对不起，我现在瞧一下面部吼，面部好像有点呆呆的。好，他应该是回来了。然后对，薄荷上上下下薄荷，我们11月8号见哈。然后我们马克先生也是，我走中经历双双的脚，真是一拉下。我觉得不容易耶，因为哇，走中又是更加专业的大大们的比拼。然后好啦，如果真的有的话，可能真的可以做一个超级双层的那种蛋糕，有没有？然后庆祝一下，然后再看说要有什么样的形式送出去给大佬。对。如果真的有的话，真的要双倍的大庆祝。可是我跟你讲，这难度真的太高，难度真的高，所以我们就对，有梦最美。如果真的实现了，我们真的可以大庆祝一下。谢谢汤姆先生，每次都会帮猪猪编辑置顶的这个留言齁。然后对，是汤姆，谢谢三哥。对，9个月的猪仔专员，希望感冒快快好。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其实感冒最快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不要开台，不要讲话，乖乖休息。所以我昨天让自己乖乖休息，从早上睡到下午3点半的样子。我再次出现，很像是下午3点，是不是？我已经整整半年没有这样睡了，就是说，可能每天都已经是睡不饱的状况，也习惯了。对，但是。午睡这个东西，我记得上次这样子睡，从早上就是可能早上起来吃个早餐，然后不对，9点10点又睡回去，然后一路睡到下午，很像是今年5月的事情。我的午睡可以动半年我的午睡一次可以撑半年这样。看起来超赞。不会的，吴贤你也辛苦了，谢谢这一阵子的台语校正。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们团队大家都好专业哦，我真的不能输给大家。对，不能只有睡，真的没时间睡了。谢谢水灵宝贝帮猪猪把这个胖次的通贩网址放上来。听说剩下最后的5件猪猪的胖次，对，这个是胖次本体，这个脸圆圆的好可爱。对，欢迎大家把胖次带回家穿胖次。至于这个胖次的另外一个手套，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见了。对，他不见了。我找到了，在这。胖次手套乱飞。好，这是身体保重。对啦，身体真的要好好照顾，因为这样才可以陪大家更长更久。这是猪猪睡最久一次，对，倍感欣慰。我就是每半年睡一次，然后一次可以撑半年这样子。玉体请保重，好，早日康复。好，谢谢光合作用。晚上追直播最后一部穿。不是，我那天不是在追直播，我那天只是想说，我晚上基本上不开台，也很少有时间追直播，晚上都在干嘛？就吃饭啊，然后赶着就是可能9点10点就要上床睡觉，之前是很忙的，要乖乖洗澡。对，只是就是金咪奖入围那一天。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好紧张，想一直看，然后我从7点开始，因为7、8点其实就是我吃饭洗澡的时间，但7、8点那个时候就很紧张，想要看就是有没有入围或怎么样嘛。对，然后就看到9点，真的觉得不行了，我真的再不洗澡，我可能又要晚睡了。我想说好，不然9点了，那就会比较紧张的，就是年度VTuber 奖这个奖项。我在想说好，那我就快点先洗澡，我洗澡完应该还来得及看这个奖项有没有入围嘛。结果我不晓得说今年居然把这个年度 VTuber 奖挪到中间就已经先公布，这个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就变成说我冲去洗澡，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衣服已经脱了，而且我洗澡就是习惯，我就要先洗脸，一定要先从脸开始洗，你这样子毛细孔堆积的那些灰尘才不会就是因为你洗澡之后开了热水，然后毛细孔变大，那些脏东西会跑到你毛细孔里面变得更难洗。
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所以不管男生女生啦，脸要干净光滑，基本上洗澡先洗脸，这个尝试好不好？对，这样才有骨溜细致的肌肤。好，这是题外话。Anyway， 我要讲什么？对，所以我那天其实脱完衣服，我就是一定就先洗脸，已经卸妆卸到一半了，然后卸到一半花了发，然后听到迪卡臀足机，想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紧张的要死，全身湿。披着浴巾，快点再回来我电脑前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时候已经来不及，就是在第一时间谢谢大家。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公布到第2位，很像是脚脸的样子的那个时候我才回来哦，谢谢大家什么之类的，早日看护这样吧。胖次不喜欢身上有太多东西，什么？那你们说到之后就不要给他穿衣服嘛，真是的。对，什么胖次？胖次明明很开心，身上有胖次，好不好？你们乖乖给他穿胖次。对啦，所以你才会这么慌乱。对，我喝个水，等我一下。好，总之很开心，这次第3届了，我真的是连续3届有机会入围这个金币奖，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记录了啦，真的是超赞。对，明年如果有第4届的话，就再来参加再来玩，且参加且珍惜，因为办活动真的不容易。对啊，那总之也谢谢评审团队的认同吗？还是说的支持？巴拉多好。对，我觉得可以入围真的就很不容易了，毕竟好像今年度投稿的件数应该又比去年还要再多一些些这样子。嘿，下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なかった。今はこんにちはじゃない。こんにちはじゃないの。まあ、とりあえずこれありがとう。这个是盛虹送的，这是谁送的啊？嘿，这个砰啊，很过分啊！嘿啊，我谢谢你哦，我谢谢你哦。那个最爱上上下下那个，好漂亮哦。最近就是应该说，我现在都有时间就会带着。然后带着，然后有空就会放到财位旁边的那个水晶净化一下之类的。对，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超级连滚带爬，没有穿任何东西，他说很乖带的。3哥，谢谢你，就如同这个金金芦笋丝一样吗？这么的骨溜，这么的光滑，是这样子吗？感谢3哥，金金芦笋丝，再三回味，还是金蒙有味，好不想念出来哦，可恶！让听到迪康狼狈模样，更忍不住，什么该忍住不笑，期待会不会是最佳 B 哦？看缘分了，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没有人知道评审是喜欢什么，你也不晓得说每一届的评审喜欢什么，那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历届的那个3金。什么金马、金钟啊、金曲都一样，根本就不晓得会请哪一位大大来做评审，你也不晓得这位大大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就这样，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能做的就这样，保持好健康的心态，持续创作，然后等到有机会了就报，然后报了，如果刚好你跟评审投缘，那就有机会入围，甚至得奖啊，没有缘，可能也不代表你的东西不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就这样子，对。盛虹感谢39个月猪之组长，怎么记得第一次跟台的吗？盛虹很会张哈，我记得那天您在录音室也喊得蛮开心的，不是吗？盛虹请参考本频道大佬进录音室的那一则配信，谢谢大家。不好，你没得吃瓜了，你到11月8号你就知道，对，什么叫专场了，专场知不知道？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难得可以开台，时间来到12点20分。我们今天重点是什么？走中奖，走中奖大礼包啊！来，很开心，我们这一次入围的歌曲《喜相会》那内卡加的这首歌，去年本频道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哇！没想到是真的是有机会入围，又更加竞争的走中奖的部分。因为走中奖这一次我们入围的是好好听音乐奖的部分。对，我看一下我下载下来的那一份，不知道在不在。等我一下哦。最近有太多一些活动然后又要筹办可能我们的专辑，然后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
活动不知道，所以我像下载区非常非常的凌乱，超级凌乱。入围的那一张什么好好听音乐奖的那个在不在？不在就算了。因为我只是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入围的名单，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创作者。不好意思，卡痰。看一下哦，没有就算了，没有就好，算了，我们直接来开箱。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我都不知道整理到哪里去了。真的是太忙了。好，总之呢，好像没有在我的那个文件夹，所以我不知道拿去哪里了。好啦。谢谢猜数。那么这次的大礼包真的是很大箱超级大箱。我没想到，真的走中团队真的是很有心，寄来我们家，我整个就是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后面的财位那些都是我们家面线，基本上有一些什么水晶啊，或者是一些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当财位摆设的，我就丢在那边。有没有超大箱？我整个还好我在重训，但其实一个女孩子要搬上来其实不太容易。而且它除了外面的这个 downboard 这个纸箱，还有特别印走中奖的 mark， 还有2025之外，它里面的内箱也做得很漂亮超赞赞的。来，我们现在要来开箱一下。因为一大箱真的是太大箱吼，所以我实在是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整个搬。它是你们懂吗？它像整个没有办法在我桌上，它真的太大箱了，所以对不起，我可能还是得要分批。我们现在看一下。哇我一下没有办法试着让它搬上我的桌子因为它真的还是我踹看。等我一下哦。好，我踹看好了，你们等我一下。等一下哦。就胖次你到旁边去一下。等我一下哦。有啦，好像还算可以，可是极限就极限就这样，等一下，好大 ，My God， 好，极限就这样，但是我有特别拍照片你们等我一下大华姐，好，胖次你再回来，胖次先在那边陪一下大家，好，胖次，恭喜猪猪，没想到 VTuber 也有机会入围走中。其实我记得道雨提还有那个娱乐之前好像也是有投过，然后有入围过，甚至有得奖哦。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也没想到有机会，因为我在这部分其实资讯还蛮贫弱的，是因为就是走中的报名最后一天。那天大宝是快点密我说，猪猪最后一天要不要报一下？我说什么东西？走中奖。我说走中奖我可以报吗？我是 VTuber 呢。然后大宝是说可以啦，报一下，你们音乐类的不就可以吗？我说可以哦，好，对啊，报哦，我报了，都报好，老师我报了，好报。好，报完之后呢，我那天因为刚好忙洗澡，对我又要忙着洗澡，然后忙着要睡觉。我就那种就是好，我要洗澡咯，拜拜，然后再也不回来那个女人，对。然后报完之后马上把视窗关掉，还忘记这件事情。好啊，总之很开心入围了，没错，真的是就澎湃耶。好，应景的洗发精对，听上去真的很多东西，所以我有特别拍下来给大家看的。等我一下，我把照片抓下来。这个相片手真的是很澎湃，很大箱哦。看一下，好，怎么这么小张？等一下，这样是实在太小了。不对，不应该这么小。
我们走中的大礼包不应该这么小的。好，那可能跟刚档案没有跑完了，等一下，这个应该就 OK 了。这到底在小什么的？有啦，讲，嘿，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大礼包的内容啊。好，我们先来看，来，可能各位男性们比较用不到的卫生棉啊，好贴心啊！哎手，哎啊，对不起，等我一下，东西太大了，不是，哦，不要，哦，不行了，算了，我放到地上好了，我放弃了，对不起，它真的是太大箱了，对，而且真的是很民生用品哎，真的是完全是民生用品的哦。对，水灵宝贝很赞，对不对？对于女性而言，每个月都需要用到，真的是啊。淘宝可以拉塞，我们现在在开箱，就是这一次猪猪有机会入围这个走中，然后只要是入围者，走中的团队都会寄上这个大礼包，而且这个礼包之大的。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卫生棉把它拆开，等我一下。龙飞拉塞，怎么这要怎么拆？等一下，这样怎么拆？等一下，为什么 YT 又记忆体不足？你可以不要再挑我现在很忙的时候，为什么又记忆体不足啦？等一下，你在记忆体不足什么啦？我拆个卫生棉，你也要记忆体不足？好，你们回来了，谢谢。这就一出场就知道有没有精明干练，一出场就知道有没有精明干练，对不对？打不开耶，我决定可能要用指甲剪，等我一下。等一下哦。对，我现在的照片会盖掉。我现在开箱的话，对不起，我好蠢哦！正好水灵宝贝，谢谢，太蠢了。等一下，我在这边开得很开心。好，等我一下，水灵宝贝，我只是对感冒了，然后突然就是对那个被盗账号，我精明干练，忘记了啦。这只猪。长官的猪在这边作证。好，我们先来看我们这次大礼包的第一项，就是女性的好朋友啊，对不起，对啊，它是活的，活跳跳的卫生棉，它各种 size 都有这个是透心凉棉感透心凉感棉应该是比较，这个是日用型的24公分啦，这个凉凉的感觉我自己超喜欢，好赞呢。然后果然是 YT 的那个城市设计问题好谢三哥猪猪的日常，对我就是惨叫猪。吴昕老师说森欧。刚刚点进来有的正在开的影像这样子吗？吴昕老师，我们这次收到了那个走中的大礼包，超引力凉感棉。吴昕老师，你需不需要？我可以留给你。什么日常包？因为它是活的，它是活跳跳的，它很新鲜，它是温体的，它是温体卫生棉，它很新鲜，活跳跳，超引力。好，超引力有2包，然后一包是日用，一包夜用啦，怎么这么棒？夜用、日用都24跟28都有了，好棒！难怪爱康这是走中的赞助商，爱康的东西其实我自己也蛮爱用的。他们家之前要上个月还上个月有推出，就1天的活动，爱康卫生棉1包10块，这个1包10块真的就只有当天买爆，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是透心凉感的，好像是28公分的，都凉凉的，舒服舒服，喜欢，好棒哦。因为女孩子其实说真的啦，月事来你要垫着卫生棉，其实真的一整天真的是会很闷哦，有点凉感真的很棒，喜欢。是，像我就很喜欢凉感的东西，超赞。然后这个，对，这只有1天而已啦，就1天。然后，是芊芊这是芊芊代言的。芊芊吃东西好好吃，吃东西，而且我们走中奖有专属折扣金，这不能给你们，我们专属折扣金这个我们就自己留着，不知道能不能给啦，还是说给你们看，真的没差。好了，给你们看了，分给你们。送卫生棉感觉怪怪，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因为体贴女性啊，毕竟这个创作圈也很多女性。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私密部位可以使用的凉感巾，因为月事来的时候，女孩子的私密部位真的很需要好好被清洁。你亲也不是，不亲也不是，你们懂吗？在场的男性们，不要说不亲也不是，因为你如果胡乱用一些不太适合去清洁它的一些比较粗糙的籽类，你又会让私密处不舒服啊！你说你不亲它吗？不亲它也不行，因为又会滋生细菌，就是要亲也不是，不亲也不是，所以我都会用洗的。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用擦的，我真的觉得是很不舒服，所以我都直接用洗的。就这部分我就会坚持用洗的这样。然后可能因为都在家工作，如果是外面要跑业务或者说上班族的话，你说要洗，公司不可能就这样，就是忙得要死，还让你们洗。万一你们公司又要穿黑丝，又要穿一些制服，那更麻烦。所以就在家工作的好处就是说，你月事来的时候可以用洗的。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平常如果有外出，然后或者是上班族刚好月事有来，这个带在身上就可以方便清洁，然后又不会觉得不舒服。对，所以就谢谢走中这一次有这么体贴的一个礼物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想要改月亮裤吗？月亮裤其实我没有穿过，我甚至很蠢，我之前收到，我有跟大家讲，我之前收到那个飞机杯的，就是厂商询问要不要代言的状况，我还很天真以为飞机杯跟月亮裤是差不多的东西。我那时候想说，就是身为女性，就是可以代言这些让女孩子方便的东西，就觉得不错。然后谁知道点下去，然后就不对，这跟我想象中的那个，这不是飞机杯，这不是，不，这不是月亮裤什么之类的，对，或者是什么女孩子在用那个，我就很少会去涉猎那些东西，就没有空去涉猎。对，芊芊那样的关系嘛，因为感觉很好吃啊。然后安睡裤也很好用，的确是我现在就是第1天跟第2天量比较多的时候都用安睡裤。对，水莲宝贝就是姐姐真的是很贫乏很匮乏，在这部分完全没有空去查那些东西，就连水莲都知道。对，好，谢谢。总之这个是我们第1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项。OK， 这怎么都跟洗澡这么有关系啊？这次就是因为这次也是猪猪第1次收走中大礼包，然后不晓得历年大礼包的内容是什么。总之这一次都好实用，都是很适合，就是我要去洗澡了，拜拜。看一下，好，该不会是那个这个其实这一类的厂商还蛮多的啦，我就不说是哪一个厂商爸爸，但是我有快点回信，就是跟他说谢谢他们的，就是特别有邀请，但是我说我真的不适合，我说就是我只会就代言那些东西，我只会生草，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利润。才8岁嘛，吴昕，我们吴昕老师这次要帮猪猪去走中奖哦，真麻烦吴昕老师了。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护发素，哇，洗头发，这个都很棒啊。这个就是
女孩子要去洗澡，什么非常需要。我在讲什么？就聊天聊到一半，我要去洗澡咯，对，再也不会回来这个。哇，而且这种上面还贴呱吉推荐，是不是？这个品牌其实啾啾还不知道，控油洗发精嘛。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蛮适合的，因为我们家其实都是油性头皮，我们家发量都算不少，但是都算是遗传到爸爸那边油性头皮。洋甘菊控油洗发精，然后这个是洋甘菊护发素，好，很棒哦，呱吉热推，好不好？这个洗发精洗发系列，这个是大礼包的第2个，我们来看第3个。接住某些论点，对啊，上次跟大家讨论到说，就是我收到了那个工商邀请，我才有去查飞机杯是什么，所以就是有观众跟我就是结论就是说，就不用担心啦，反正你就想成一个是接红色，一个是接白色就好了。我就，对您说的是对，这样就很好懂了。哦，这个是很像是走中的纪念吊饰，我们来把它拆开看看。还不错呢，走中纪念吊饰。我现在 B 圈会太大声吗？我现在在想到我的 B 圈不知道会不会太大声。我怎么把它拆开？谎报年龄之后，猪猪介绍怎么样？再介绍隔壁补习班。是这样子吗？我们隔壁补习班的阿弟啊，伊叫做吴心呐，伊讲呢，帮我行走中奖的星光大道啦，然后我麻烦伊啊啦吼，介绍隔壁补习班的弟弟这样，这个是磁铁，好赞哦，哇哦，它是分离式的，也就是说，这个吊饰本身就。对，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是吊饰，对，它可以单独用，或者加上磁铁之后就可以吸住另外一边。等一下，它的磁力有点强。好痛啊！它的磁力很强，我夹到手的肉，我的肉怎么被卡住？它的磁力干嘛这么强？有没有看到疤痕？他直接夹我的肉，超痛的。好，这个，我们用那个肉身直接去测试，它那个磁力是强的，对，它搞不好可以夹住半斤的猪肉，你要不要试看看？像那个猪肉解封了，你们去买个半斤猪肉给它夹看看，搞不好夹得住。我觉得刚好吗？是这样子吗？好，这个是吊饰的部分哦，对，它很漂亮。但是要小心，它会夹肉，特别是夹猪肉这样。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子弹吗？这是什么东西？决胜时刻，这是杯子吗？对，非常之木以拉塞。这个子弹好帅哦，好帅哦！这是子弹吗？而且这个有没有看这个手，它也是子弹组成的，好酷哦！我把它拆开，这是什么东西？迎接新挑战哦，这边还有迎接新挑战。哎呀，这是什么？好酷哦！射击手游哦。其实因为猪猪很少玩游戏，所以我想说这个是纪念子弹是吗？杯子吗？是杯子。这是什么？军事生活创意品牌
哦，军事生活创意品牌耶，它里面应该都是一些军事风格的东西，就是军武迷应该都会喜欢。看一下，上面有写，这是保温杯吗？这是保温杯吗？我看一下。使用说明书。哦，应该是保温杯很赞耶，因为我们家基本上保温杯不离身。我跟我妈妈是这样子啦。メニューいらっしゃい。对耶，好方便哦。该不是刚提到？不是吧？如果是刚提到的杯子，那真的是就变成说我飞机杯初体验呢。还好是保温杯，还好它是很正常的东西。子弹造型保温杯好帅哦，超帅的。冰箱当杯子，必要时装到火箭筒里面。是，等我们台湾哪天要打仗的时候，这个就很需要这样。很赞耶，真的是保温杯，而且好帅的保温杯哦。这是轻便型保温杯，但虽然说这个东西这个容量我大概，因为我是一个水猪水豚，对，我每天喝水，然后2-3千公升的我来说，2-3千公升好像有点夸张哎，不对，我要讲的应该是什么？2-3千沫才对，完蛋了，2-3千公升，不对，我应该讲错，我要讲的是沫才对，我要讲的是沫，不是公升。等一下，我被误会了，完蛋了。好，总之呢，这个容量我大概1口就没了，真的1口就没了，因为容量真的太小了，但是很棒，太棒了。有时候要出门干嘛的，就是带着。谢谢他哇，37个月已是副总裁，但是你各位那是你眼睛业障重。我们他哇已经要迎向年资60了，他已经即将迎向年资60了，他已经等一下我30而立，40而不惑。60是我忘记60是什么，我又忘记60是什么。他哇，你要迎向你60的什么年？我忘记了。但是台湾海峡，对不起，我的数学太烂了，不好意思，2-3千公升，对不起，不是那个2-3千 CC， 对不起。织田操龙以来，耳顺之年，对，我们台湾要迎向耳顺之年了，对不起。反正我的数学跟自然老师都是可能呢体育老师充当的，这个你们知道就好，会喝死。对不起，我量词又算错，你们知道，你们懂我的。对，我们台湾要进入耳顺之年，我到底干嘛？好，没事，你们大概莫急莫慌。总之呢，猪猪的那个数学毁灭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大家不用担心。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哇，这一盒是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哦。这一盒啊，它是一盒一盒的包装都很精致。这一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全都要礼盒，好好医生。把自己过好，我就会发光；把自己过好，我就会发财，是这样子。把自己过好，就会怎么样？自己填，就会精明干练。可是我是觉得真的，任何的创作者，不管是不是网络创作者啦，都必须要先把自己过好，你才有办法长久的创作，才会有更多的创作能量。猪猪家水费很惊人，可以游泳了，谢谢哦。不是迪卡烹点不断，纷纷都是精华。飞翔之梦，你是不想活了吗？你是今天不想走出这个聊天室了吗？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你把它打开，把自己过炉是什么啦？把自己过了瞎喂。
好来，哦，它里面有这一包，不知道什么东西啊？理科太太创办的，是不是？我不知道哎，原来这个品牌是他创办的。把自己过好，我就会发光。今年是好好医生成立的第5年了，原来成立第5年了。我们拥有了很多愿意一起前行且重视健康的伙伴，真的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有大家共同的推广，让好好医生有完美符合好好医生理念的代言人吗？这是 Super Junior 的医生吗？还是雷多南多嘎？完蛋了，应该是韩国那边的，是不是？期待让好好，期待你也让好好医生加入你的生活，有美起让日子过得更好。好，谢谢，谢谢。对，我常觉得我超边缘的，因为这次走中有很多很多的大，其实我都不太知道，我只知道他们都很厉害，就是在这个圈子创作很久很久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好医生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把自己过路。好，这个是好孝顺吗？酵素之类的吧，这应该是很多很多的酵素之类的营养食品。哦，这个好需要哦。我自己是属于就是很喜欢吃营养食品的猪诶，比起吃药，我更喜欢吃营养食品，因为营养食品基本上它就比较不会有副作用啦，而且好的营养食品基本上对身体是加分的。但是如果你感冒要去吃药，真的也是没办法的时候，会发现身体是越吃越累，而且代谢会越来越差。所以营养食品我是觉得在感冒之前能吃就吃哦。里面的好孝顺就有2包，应该就是酵素之类的。然后这应该算是手机挂链之类的吧。好漂亮哦，手机挂链。好漂亮哦！它的挂链怎么那么多啊？它的挂链还蛮多的诶，不只有营养食品，就连挂链挂牌都有，好漂亮。这一包里面东西还蛮多的诶。益生菌呢？min有伊拉塞，想睡了吗？我是不是要开一下我们那个卡加太摇板，振奋一下你们的精神？益生菌之类的，这个很棒。益生菌我是每天必补充，太棒了，这个太需要了。这一包还蛮大包的，看一下，好益气哦。好，这个助消化益生菌，益生菌怎么这么多种类？非常多种类。维他命 C， 维他命 C 赞，维他命 C 也是每天我必补充的。哦，记得喝温水。是，谢谢你们各位暖男们。这个是飞航模式胶囊，是不是？我看一下。这个胶囊是，然后他就说飞航模式胶囊，但是好像没有提到什么其他的。对，这超大包的飞航模式胶囊是如果哪一天出国工作，然后只要1颗就很厉害吗？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只要1颗，然后我就可以变得很棒吗？我就可以变得很肌肤晶莹剔透吗？然后太空人维他命这种感觉就是1颗，然后我觉得如同仙豆般的厉害，是这样子吗？现在你们听得懂仙豆，代表你们年纪已经不小了，知道吗？这个感觉说太空人维他命是如同仙豆般的好用，1颗马上就没事了，这样子吗？我看一下，我对于这2盒很有兴趣，我们来开一下好了。我对于这2盒很有兴趣，我来开一下。吃下去会飞起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飞航模式。如果是的话，太好了，因为猪猪年底超忙哦。猪猪年底要忙这个，又要忙那个，太需要了。我看一下这个胶囊到底是在吃什么。
所以飞航模式胶囊是助眠的，是不是？我好像不太需要助眠欸，我是认真的，因为我每天忙到根本就是倒下去秒睡的那种，完全是忙到没有睡眠障碍。你们如果有睡眠障碍，你们只要把身体操到完全没有时间休息的状况下，你就不会有睡眠障碍，因为根本就倒下立马睡的那种。什么睡眠障碍的根本找不上你，因为基本上倒下去就是秒睡，已经没有办法有睡眠障碍了，是每天24小时被压榨成这样，没有办法有睡眠障碍。那我们先来开一下飞航模式胶囊到底是什么？哦，看一下。哦，真的是一罐胶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哦，真的是一罐胶囊，不然是什么？人家都说是胶囊的，难怪是粉状的吗？好，真的就是胶囊，没错。然后呢？然后他没有跟我们讲说要怎么吃吗？好，太棒了！我还不晓得里面该怎么吃呢。好，也就是说我们是要自己查，是不是？真的耶，它里面我也不晓得，它这个飞航模式胶囊是吃什么的耶？开了之后还是不知道。好，代表我们得要自己查了，是不是？等一下哦，等一下，我现在就连按键盘都很困难。所以飞航模式胶囊是干嘛的？我的手机现在在充电。飞航模式胶囊，等一下哦，好好奇哦。好，等一下，医生有耶，打好医生，然后飞航模式胶囊就出现了。飞航模式胶好睡哦，还真的耶，真的是让你好睡觉的飞航模式胶囊。不止入睡，更要好睡。真的是请 Super Junior 的医生来代言耶。哦，原来真的是好睡的哦。我们来吃好睡的。好，那这个应该很适合豚妈。然后爹大师いらっしゃい。好，也就是说飞航模式原来是吃好睡的吼。如果睡眠障碍的话，搞不好可以吃看看。那我看一下，等一下哦。如果飞航模式胶囊是好睡的，那这样太空人维他命是什么？我看一下，太空人维他命。对啊，我还以为就是盒装上面会有吃法，就没有耶。食用方法：每日一次，1次2颗，睡前食用吗？一日勿超过2颗。可是我超好睡的。掉了啊！我桌上好多营养食品，等一下。一宿。大家安安哦，今天也是猪猪难得可以开台吼。基本上11月可以开台的时间吼更少。11月可以开台的时间更少，谢谢。好啦，11月忙过去之后，我12月就会渐渐回归开台了。11月是我们专辑制作的关键，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要收尾了。我们收尾就是希望好在更好的状况下，可能会有很多改病的状况出现。其实我跟你们讲，我们的专辑的歌都录的差不多了，只是我们现在希望好还能再更好这样子。吃饱睡，睡饱吃，就是猪猪。丁爷啊，我也希望每天吃饱饱啊，丁爷啊，我想要丁爷就想要丁爷的猪肉啊，丁爷。太空人维他命，太空人维他命是，看一下，太空人维他命是吃什么的？太空人
空人，应该是维他命胶囊，是不是？对啊，太空人维他命。哦，补体力的，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好需要，这个是补体力的，而且是补，还有叶黄素，这个太需要了。这个我们就是长时间盯电脑的这些族群太需要了，补体力又补叶黄素，它一颗不便宜耶，这次赞助的东西不是一颗，对不起，好吧，换算下来一颗是也不便宜啦，它一瓶不便宜耶。也就是说里面也就是说有可能酵素啊，然后叶黄素啊，虾红素，然后还有花青素 B 群真的是可以顾眼睛又顾体力，可以，这个我大概每天都要吃一下了，对，太棒了特别是现在破病的时候，太棒了，这个每天补充一下，希望到12月以前都可以很安好完成这次的录音。真的好需要，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来吃一下，我现在马上吃，太需要了太需要了，这个马上可以来吃一下。然后这个要怎么吃啊？这一天几颗？我看一下一天要几颗去了？它上面有没有写啊？一天几颗啊早餐或午餐饭后吃2颗。好，一天2颗，一天2颗，可以。那我来补充一下，我们现在 right now 立马就来补充一下。真的好听，大家要买专辑。是的，我们的肝脏啊，全部都是我们的肝脏啊。吴昕老师，后天才有脆皮猪肉，没有错。总算挺过这15天了，丁爷。总算又有脆皮猪肉可以吃了，丁爷。烧腊店真的也是比皮错啊。好，盛红，我要斯密纳塞。好 ，OK， 我现在来喝水，我就来补充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很棒的太空人维他命，我要来补充一下，马上来补充。昨天听完新版本，赦免了所有惹你生气的人吗？说到这个，我跟你讲，吴昕，我昨天其实在睡觉的时候，我昨天也忙比较晚，我昨天也是11点多才睡。我听完之后，我整个又是感动落泪。我真是太容易感动落泪了，没办法，这一次的专辑太多东西可以让我感动落泪，但是我不敢在群组跟你们讲，是因为我担心又聊起来。万一我回应你们，然后你们一定会说对，很赞，对不对？然后完全不用睡觉了。所以我听完之后就默默的吸一口气，然后很感谢愿意一起合作的大们，只能深呼吸，默默的就是把这份感动先吞下去。今天可能忙完，找一个时间再来跟你们讨论。妈呀，真是太赞了吧之类的。品轩伊拉塞大概是全台湾嘛？赦免了全台湾惹怒你的人吗？是这样子吗？什么萌猪啪啪是福利熊福利熊，我现在要来吃这个我们走中大礼包里面的营养食品。这个里面有 B 群跟很棒的叶黄素，还有花青素，这个真的是太适合，现在我需要补充一下。新闻报道说这阵子吞了不少猪，不过等吃猪的也是一堆，像我就是等吃猪的那个啊，我真的无法接受猪肉就是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所以我这次才会这么担心我的猪真的就是从此消失在我的食材里面，超级担心。还好我15天又守住了，真的太棒了。期待专辑的第不知道多少天嘛，好，总之呢，我们数位专辑真的在今年底就会发了，大家总之先把钱存好。对，而且专辑基本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毕竟我们要拼明年的金曲啊，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来掉了，掉去哪里了啦？等一下，
他去哪里了？对，我为什么想吃个维他命也没有办法，我只是想要吃个维他命。我只是想吃个维他命，但是我只是想吃个维他命也不行吗？奇怪了，他掉去哪里了？对，我就只是想吃个维他命，我就不能好好的对我自己好一点吗？我只是想吃，我只是想吃个维他命。等一下，对不起，我先把这我找到了，太蠢了，只好把东西我找到了，好棒，字被吃掉，想吃维大利都没有办法。你们那个回应意大利了，你们那个对，会对，你们那个年龄会露馅。好，我总算我差不多要成功的吃到我的维他命了，差不多了。好，对不起，顺便清个痰。对，我只是想吃个维他命，我要增强一下我的抵抗力。等一下，吴昕老师，你明明不对，你明明应该不可能知道这个梗的年龄层，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个梗？等一下，就连姑啦也知道这个梗。吴昕老师其实很年轻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梗？我的天哪！好棒，好，吃下去了。怎么办？就是这么复古的氛围，真的不愧是对跟我一起努力推广本土文化的你们。牛妈，你的少金哥出来拿，少金哥出来拿。我们牛妈感谢加入39个月的住宅专员，你领挂买。好，对，只能说喜爱台湾价值的你们，真是不分男女老幼。什么咖咖烧狗婚金好，三哥，我知道三哥也很懂，一定爱配温开水。不要再杀鸡吼说不要烧精，水灵宝贝也沦陷了。你们有听过电影版的少精吗？没有怎么会有这么酷的东西啦？电影版，什么那个东西居然电影版的？水灵宝贝，你为什么那个口气那么像业配啦？水灵宝贝，你是在业配什么啦？什么？耶，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有机会来听一下。沙基好沙，跟那沙基好沙飘。好，福米伊拉塞，好，电影版的欢迎大家可以找一下少金电影版，谢谢大家。或者你们也可以稍微再仔细聆听我们这次走中奖入围的好好听音乐奖的其中一首歌曲，叫做《卡甲》，也就是我们去年在8月20号发行的猪猪的第一支原创歌曲《卡甲》，好不好？等一下，水灵宝贝，你超惊讶，你整个一个超级像业配的口吻到底怎么回事？好，郑轩一顶爱配温开水，我帮你把发票寄给 Saki 发票集团。好，谢牛妈，麻烦你了，好不好？真的是麻烦你了。邮寄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对非常需要小帮手。对，而且最近就是乌溪那边就是都会跑一些比较算是台湾文创的摊位，然后也很谢谢乌溪都会帮忙照顾猪猪这个 IP， 像
前阵子就是台创季那边的摊位就有帮猪猪把我们的悠游卡带过去摆摊，然后接下来11月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偏台创，或者是台语文化宣导的一些摊位，吴昕之后也是会帮猪猪在那边做一个摊位的设置，然后可能我们卖的周边就不是那么多，主要就是以宣传破圈宣传为主这样子，对。然后想要悠游卡的在台北这一次我们就静待11月份吴昕要帮我们在哪里摆摊，对。那之后就是忙到一个阶段，可能今年度贩卖的所有的周边都会统一在通贩出来，然后至于通贩网址，我应该也是会忙到没有空包装的状况下，应该也是会委托一些伙伴替我可能架设一些通贩的网址，或者是说包装之类的这样。对，因为今年的活动真的太多了。通贩的部分除了我们DLB 的募资周边，就只有 for DLB 募资的回馈品，就只有募资的大佬可以获得以外呢，其余不会再有机会做通贩的，就是这一次的 DLB 的回馈品，例如什么啤酒杯啊，例如什么很台的拔杯的杯，或者是感到非常有助的环保餐具等等，反正只要是 DLB 的募资回馈品的状况下，我们之后就不会再另行通贩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否专属独一无二，当下有支持我们冲这次集资的大佬们，所以之后的通贩品可能会落在我们这次可能 B Stage 演唱会可能遗落的最后5件胖次啊，或者是 B Stage 演唱会，还有零星的周边，好像版是说只有卖到12月31号，所以零星的周边大家要买要快，因为零星的周边如果没有卖出去的话，应该也不会再有机会通贩了，因为这次 B Stage 演唱会的通贩的这个平台算是最后的通贩机会了。那基本上娃娃可能之后还会在摊位上面看到，毕竟它真的是非常高成本，而且用料超实在超重的，所以基本上还有留几只我自己会带回来看摆摊，也可以做个宣传，因为它真的很可爱。对，这个胖次真的长得超可爱超级人畜无害，好可爱哦。对，然后还有可能像悠悠卡嘛，然后这个也感谢大佬们以及彩彩们帮猪猪真的把这个审核非常困难的悠悠卡真的做出来。对，然后通贩还有好痛通贩还会卖什么东西，大概就是今年有卖剩下的一些例如可能很嘲讽的 1.0 的杯套，或者是还剩下遗留一些我们这个滑鼠垫双金双喜纪念滑鼠垫还剩下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剩余的一些周边。对，那可能就是在今年所有的摆摊活动跑完之后，我们架设的那个通贩网址，再看最后有谁要把它带走这样子，因为还是希望未来我们出的周边就是都可以再更加的新，再加上未来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备可能大家很期待的新衣装会在明年亮相之类的啊，所以只会剩下少数的东西做个通贩，然后也看说如果有新观众想要把猪猪之前一些可能没有收到的一些周边想要带走的话，也是可以就是透过通贩啦。对个小喵居然还有小喵，但也是最喜欢卡夹嘛，我都喜欢我其实这张专辑所有的歌都喜欢，因为可怜的很可怜，神圣的很神圣，然后台摇的很台摇，然后帅气的很帅气，嘲讽的很嘲讽，然后靠北的很靠北所以这张专辑我真的觉得无憾了啦，就是虽然说大家都忙到整个肝脏快没了，然后时间根本也不够用，可是到目前你看11月初，其实我们该录的东西都录得差不多，只是我们现在在改病，我们现在只是在把握每次录音的时间，有哪一个字哪一个词哪一句可以唱得更好，反复录反复盖过去。对，所以就跟之前您大佬之前不是有进录音室的那个感觉一样吗？就只有一个嘿，就只有一个水亏啦，我们可能可以录上百次，我们在当中挑一个最好的起来，
好不好？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这张专辑每一首歌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录法所以超烧干的。大家11月22号台中，好，谢谢吴昕老师，原来已经可以录出这个消息了吗？对，我们受到了国漫馆的邀请，没有错，这次就真的是受到国漫馆的邀请，然后很开心，这次应该有算是比较多台语系的家庭会过去前往参展。那因为这样子，吴昕特别帮猪猪可能在那边会设一个介绍猪猪的摊位吗？超级开心。所以最近我在整理一些周边可以过去摆摊的，就是可以让这些台语家庭知道说啊，原来 VTuber 在台湾也是有就是紧抓着这个台湾文化想要跟大家互动的猪猪在这里好不好？对啊，你们还有东西可以吃哦，好想吃啊好想吃。台中，对，这次是在台中，我们这次悠游卡会出现在台中，好不好？我们这次北部南部都摆过了，我们这次悠游卡会出现在台中然后这位是咪走上伊拉夏，你好，哇，中午时间可以在那边看到大家很开心，特别是我从9月开始疯狂在录音，疯狂在筹备专辑，我的开台时间真的是很少，对，这时间可以看到大家真的很开心，有出现的我更开心，好不好？我是台湾个人是 VTuber， 9月开始比较少开台的猪猪吞猪鸡这是我的胖次，谢谢还剩下最后的5件哦，欢迎大家把它买起来，它真的是用料很实在，而且真的是超级可爱。对，我最后的5件胖次什么澎台，什么很澎啊，精明干练啊，对，嘟嘟嘟的很嘟嘟嘟，没错。还没出来的目前就当做不知道，好，对，还没出来的目前我们就避避巩固眼睛有吗？你看起来不像是会那么了解那个爸爸妈妈年代的那些药品的这位爸爸，怎么会这样子？大家想要看那个祭坛吗？做个民调哦。可是祭坛，等一下，祭坛的话要摆很多东西耶，而且在台中如果有祭坛的话，好，吴昕，你如果真的摆出来的话，拜托请帮我拍照，谢谢你如果要弄祭坛，我是不是尽可能把我所有的周边都寄给你了？可是你一个弄，我担心你累死在法院附近那个国漫馆吗？应该是在法院旁边，没错吧？应该是哦，对，终于轮到你们台中可以去买悠游卡了，好不好？对，我们北部南部都已经摆过了，我们就只差那个中部。对，我们中部总算我们悠游卡也要出现在那边可以摆摊了吼。然后猪咬兔可以，法院在旁边，稍有不慎的话对，我还可以告兔兔，就是污蔑我，每次都污蔑我，就是什么吃兔兔，对不对？上新区才是国漫馆，每次都有不同东西看，很赞的地方嘛，赞耶！其实我觉得全台湾像对于这些艺文活动，其实真的大家也都是很用心在做，对啊，让我们这些创作者可以有更多的曝光机会，真的是很赞。林森路上我只知道台中真的是一个到处充满庆忌的地方，我就连就是难得开车上去走一下，我真的觉得他们就连开车也充满了各种江湖味跟火药味。我这只南部的缓慢猪开车上去不停的被扒，我真的是被扒到我再也不敢去台中了真的是一个非常江湖味的地方。祭坛怎么少了一点？天哪，1.1的人形立牌，我觉得可能来不及耶。1.1的人形立牌可能现在会来不及，但是你们也可以期待一下12月猪猪的活动真的挺多的，对，所以就是对1.1的人形立牌，我觉得吴昕现在应该是会忙不过来。对，我现在要的话就是尽可能把多样化的周边都丢给吴昕，看他要怎么去摆这样子像爸爸熊可以溜过去啊，对啊，中部的大家可以溜过去一下，可以为了大家的记忆。康时间该的台词有多少人记得？我记得啊，骨骼强壮有啊。康喜健钙真有钙吗？鱼肝油加钙，保护眼睛，保护牙齿，骨骼强壮。康喜健钙我最爱。完蛋了，年龄曝光我还记得啊，三哥
整个西区都是你家隔壁而已，真的假的？好，恰恰都可以去一下了。然后米佐先生不要哭，北区就是你们家灶咖是不是？哦，确实不是，鬼之有魂你在造谣啊。然后人形立牌吗？请国漫，国漫馆馆长灯，真的假的？有办法把它挂在？等一下，有办法吗？我们无形强大到居然可以请馆长直接把猪猪那个什么猪脚排挂在身上，哇靠！也在附近还有好吃的店家吗？可以啦，那中部的大家你们22号真的可以揪团过去了，而且22号好日子哎，1:1的立牌是不是各位大佬都要把这些部位出钱？没有啦，那些部位就大家就是我们阿义师裁切的多么辛苦，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裁切立牌裁切的这么细致哎，我们阿义师那时候裁切的真的是超级不愧是大厨，你知道吗？我的立牌有经手过我们阿印大厨之手，真的是无憾了，你们知道吗？裁切的那个刀工是漂亮的，没记错就好，好三哥，对，没记错。想不到有人还记得，天哪，我都已经忘了那位艺人叫浩浩了，我天哪，建勋竟然你还记得浩浩。然后好，胡说八道先生一拉下，你又来胡说八道了吗？然后没有办法，他会告你。好，我们低调，我们低调。北区有一中街，所以那边会有很多吃的啊。原来一中街在北区是吗？我只知道一中街那边附近还蛮热闹的。我只是在讲看话。我想张木星，你居然有办法请馆长挂上什么猪猪的牌子？你到底是这个权力到底是多大？我天！好讲干话没有问题，讲干话很舒压的，没有问题。对。我每天都心心念念的可以开台上来跟你各位讲干话，对，总算今天又有时间上来跟大家讲干话了。一中街在附近嘛，再晚点会有忠孝夜市，是不是？好哦，其实我也好一阵子没有去台中了，该找时间过去一趟了，是因为我之前有去，可能跟台中没有关系啦，只是北港那边的武德宫，我之前有时候都会带着那边的财宝箱，然后过去可能跟财神爷可能过个香，然后讲一下今年度的计划，希望财神爷可以保佑一下财源广进啊，然后赚大钱，或者是计划都可以顺顺利利。思思いらっしゃい，思思前2天开启了这个关于胖次的话题，但是请不用担心，它一点都不禁忌，你们只要记得凡收到我们这件胖次，把它穿上去就对了，知道没有？穿上去就对了。好，只要你穿上去，就不会触碰到禁忌之话题，知道吗？逛腻了还可以吃什么？日新影院附近有好吃的猪脚啊！肚子好饿哦，我的肚子又饿了。我今天中午开台以前，好像还没有吃东西。好，我现在来收拾一下我的桌面。哎呦，又记忆体不足了哦！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整个就是疯狂在记忆体不足，大家的聊天室又不见了，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就是疯狂的，我们再次。好，等我一下哦。好，我看看哦。好，还有审计新春勤美成品，是不是？审计新春我之前去过，真的是还不错，古色古香的。然后勤美的成品，好像还没去过。目前勤美成品不会是我们台湾现在唯一仅存的成品吧？不会吧？穿上胖次没有中，有啦！我现在不就是示范给你们看穿上胖次吗？请正确的穿上胖次，谢谢，请正确的穿上。在想要不要买，然后终于 LF 老师的风格，不是啊，
我们就说了，我们先不把它当胖次嘛，这个再怎么说也是我的米字 key 不是吗？这个再怎么说不是也是我的泳衣之类的吗？把它穿上不就对了吗？对不对？对不对？敬爱的这位趴趴熊，好，我们总之最后的5件胖次，希望大家把它带回去，然后使用正确的方法疼爱它。哦，台南居然还有在新开成品，是不是？哦，成品还很多，我都想说这些书店是都倒光了，因为想说像电子书当道，然后会去买那种实体书人好像越来越少，我就觉得说，哦，现在的书店要做真的是不容易。对，而且我像越讲越饿。猪猪娃还没穿上任何的东西，你们倒是帮他穿上啊！特别是这件胖次可以先穿上，不然像天凉了他会感冒流鼻涕，好不好？而且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好，我先把这个开箱的东西先收一收，也谢谢这个走中的大礼包。而且其实我不晓得，像走中奖这一类的星光大道周边如果有观众想要管理之类的是可以的嘛？就是在走星光大道的那一段路，当然就是颁奖典礼可能观众进不去啦，对。但是像是在走星光大道，可能是在室外吗？还是说是不能观礼的？这个我不知道。对，因为很像前阵子有观众在问说能不能过去看，但是我说我不晓得不晓得能不能过去看这样子。前面你熟吗？你才刚出来。我每天都要去报到去那边送货，是不是？果然是台中地头蛇恰恰，你们频道还蛮多台中地头蛇的。我们趴趴熊也是呢，我们的福利熊。薄荷好色，对，最色都喜欢上上下下。对，最色都喜欢上上下下。对，然后我今天立冬，然后很热嘛，对啊，听说是近几年还算是蛮热的立冬啊。在高雄不止穿短袖，我现在还穿细肩带我现在穿细肩带，然后对不起北极熊的开着冷气，你看有多热，在高雄也是如此的热。对，不过我是觉得早晚的温差是真的还蛮大的啊，对，早晚温差大。对啊，那总之呢，11月15号就是会迎来走中奖的颁奖典礼。然后其实我们这个也是真的是猪猪第一次入围走中，然后我们也已经讨论好说那一天可能要有谁会带猪猪，就是代为猪猪去走这个很难得的星光大道之外，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乌星会怎么穿，然后以及转身的这个主题可能 Double 老师会怎么玩。但是我觉得 Double 老师一直以来都还蛮忠于自己的，所以搞不好也没什么特别的打扮，就是个 Double 就是个 Double 在那边走这样。对，可是至于能不能观礼这我就不知道了。对，要不然我想说好像有一些观众还蛮想去周围看的这样。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薄荷天气热穿的少很正常，也是啊，我就废，超级热。对，而且我觉得还好，就是有收到的这些营养食品。感冒现在快要好的状况下，其实我也不太想要吃药。我觉得就用走中奖这一次送给我们这个大礼包里面的营养食品，我们就好好的补充一下自己的这些养分。希望这一个月真的是可以平安下庄，因为我们真的剩最后一个月因为我们12月底要发这个专辑，也就是说其实11月底所有的东西都要 OK，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 final， 而且是最最最最最完美的那些东西全部都要在11月底 final， 所以这些营养食品希望可以让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因为我现在还是持续录音中，持续的就是把每一首歌录好再更好这样。是破西拉塞，谢谢你的降落，感谢。刚查了一下官方，真的因为场地关系没有开放谢谢三哥，原来凡事问观众最快凡事问观众果然最快，感谢三哥。好吧，那大家可能没得去看，但也没关系啦， OK 的。好，没得去看但也没关系的。
然后10月15水上仙草节要去啊，真的哦，好像哈，丁爷我不能去啊，我很想吃仙草哎。我那天走中奖的颁奖典礼，我那天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去走，可是我有机会可以跟乌星现场连线哦。也就是说，如果啦顺利的话，搞不好有机会开台嘞。走中奖的那个星光大道的开台啊，所以那天就可能看状况，可能会有突发开台也说不定。谢谢破碎的加我伊拉，下一组煮午餐，我肚子好饿。我们刚刚开箱完，对不起，感冒复原中。我们刚刚开箱完这个很大很大的走中大礼包，超级超级大，然后里面的内容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里面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满，大概讲这样，就是女性用品啊、男性用品啊、保温品啊、营养食品，对，这些对于创作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要自己喜爱的创作者加油打气，当天可抵达活动现场。真的哦，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于星光大道的起点处为他们应援。原来还可以在起点处应援哦。也就是说，可以在起点处应援，可以看到你们还是可以去我们11月15号的下午颁奖典礼，好像是在我看一下，应该是下午2点吧。你们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原来还真的可以去哇，那我觉得这件主办单位也不错对啊，我们星光大道是从2点到下午5点，原来还有机会在起点看到你们喜欢的创作者那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看要不要去帮那个乌星或者是大宝师加油一下原来也可以谢谢三哥。佐野先生伊拉塞，这是拼命我行吗？好，加油加油。然后米总，谢谢你，我也希望快点早日康复。我在想说，我今天是不是跟你们聊到2点就快点去休息，因为我的喉咙上也不太适合这样子一直讲，真的差蛮多的。要开台要问一下有主台哦。好的，谢谢啪啪手。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要现场连线活动的话，保险起见我也稍微写信跟他们询问一下，我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开台一下但是如果我不方便也没关系，对，不方便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北部一电视的那个星光大道的入口，好像也是可以在那边去看你们喜欢的创作者，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在进场里面观看，太赞了。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玩一下，因为今年有机会入围真的是很惊喜也很惊讶，那且入围且珍惜，看观众们有没有兴趣可以过去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就是这一次替我们筹办这一首歌曲的 Double 老师以及乌星很辛苦的，现在我们不止一首了，我们年底要发的专辑不止一首，全部11首加上卡甲，对，所以大家可以过去给他们应援一下，对，差不多可以休息，对啊，大概好啦，今天乖一点，跟你们聊到大概下午2点，对，然后我喉咙也要快点让它康复，还有一些零星的工作快点让它做一个收尾，然后看大家是不是快点整理我这边的大礼包寄过去给乌星寄过去给乌星，让他22号可以在台漫馆好好的推广一下猪猪，对，也谢谢乌星，我觉得这条路上可以遇到这么多贵人，还有很爱欺负我但是又很挺我的面线，还有现在这么优秀的音乐团队们，上辈子有烧好香，还有你看我们丁爷就这么挺的兄弟，对不对？在我的生日季还会帮我加码肉回馈，对啊，好兴奋！等一下，丁爷你在兴奋什么啦？你是在兴奋什么啦？丁爷，对啊，所以我要讲什么？我整个话题被那个丁爷那个好兴奋岔开。丁爷你乖，丁爷你那个脆皮烧肉要回到你们店了。对，我知道你在兴奋这个。对，我们挺过15天了，我们那个台湾的猪又回来了，好不好？好开心，丁爷。
我们的烧腊店小开不能没有猪肉。我刚刚讲什么啦？对，只要谢谢大家，然后这个缘分，然后制作专辑虽然说很忙，可是还好现在任何的一些排程、一些规划都很顺利在进行当中。顶多就是猪猪真的现在少了很多时间可以开台，对，但是还好就是今年度我们一起努力的这些东西，猪猪也是把握时间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企划书，投个金咪奖，然后又有被可能金咪的评审看到，这个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也就是说，可能我们12月又有金咪这场盛宴，有这个机会可以入围，然后可以参加，然后甚至今年可能猪猪会是有一些奖项的颁奖者之类的，对，这些东西都很开心，在今年都可以一一的，对，在年底跟大家一起相辅相成，相爱相杀。对，虽然说很忙，不过我的身体也日渐趋向就是慢慢康复的状况下，所以大家是不用太担心。有明星朋友吗？丁爷，所以这次手中的其中几位创作者也是你的朋友吗？我现在看到丁爷好想吃他们家的烧腊，我现在肚子好饿，丁爷救命！我现在急需丁爷家的烧腊饭，好想吃哦。怎么嘉义水上这么远啊，好烦哦。好想直接冲去吃他们家烧腊哦，超烦的。希望有可以晋级金曲的朋友啊。金曲的部分，今年我们的团队就是努力的把这张专辑生出来，希望明年至少入围一下。我们可能今年走中的星光大道可以去闯一下了嘛？那有没有得奖？我觉得这个就真的看缘分，因为评审喜欢的东西本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样。那如果有缘分，至少我们可以入个围就很开心了。可以委托就是我们吴昕或者是大宝老师代表我们去走一下，我觉得在频道上也是可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成绩了。对，然后明年的金曲我们也是努力在拼看看有没有机会啦，入围也好，没有就也去走一下。我们走中今年走完了，明年是不是金曲有时间再来走一下，然后有这个机会再来走一下，这样希望有机会到处走一下，这个3金的部分。其他2金可能比较是难，像什么金钟金马这个可能就真的没有猪猪没办法去破的事情，没有办法去破圈的事，但金曲希望有机会再去破个圈啦。对，丁爷家烧腊饭好吃你们打那个嘉义水上广东烧腊马上就可以出来，超级好吃，评价之好的，好不好？而且连续2年猪猪5月份的生日季，我们丁爷都自主帮猪猪加肉活动，真的是超赞的。Saber 爸爸伊拉塞，新手爸爸辛苦了。对，照顾小朋友真的是不容易，好好照顾自己哦 ，Saber。大人先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这个心力去照顾你们家小宝贝。胖吗？谁胖？你才胖，你全家都胖！你才胖，你全家都胖！你全家都胖好吗？不。你外带你11月8号，你还要录音，你在那边，你专场，你这边给我皮啊，薄荷。然后好啦 ，Super 辛苦了。专场，你跟那个马克先生的专场，你相真给我皮啊，跟我皮看看哈。7个月了，我觉得我为我的身体守护了7个月。真的是也还蛮优秀的了，居然可以连续7个月不感冒，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好啦，到10月之后啊，这个崩盘，而且有一件很玄的事情，我现在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对，我想说大礼包分享完了，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下这个5000老师你们真的有事情真的可以去多问他，他真的是玄到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大姐いらっしゃい，大姐いらっしゃい，我看到你的收到一顶摆迄邮币哇，你顶摆迄邮币哇，真正有够搞的啦，很会啦大姐现在应该差不多也是要睡觉时间了。我把手套只有一边，对啊，小喵喵，我们刚刚那个手套
不小心掉呢。然后我刚刚把它捡回来，你不用担心。我跟你讲，小女生就是跟男生不一样，臭男生就只会在意说这个胖次他不想穿，他要不要穿无所谓，但小女生都会很在意说，娃娃的配件怎么少了一个，然后就很担心会去找。你看我们小喵喵就这样子，小喵喵不用担心，猪猪姐姐刚找回来了。对，我们的这个配件不可以少一个，哪像他们臭男生只在意这个胖次，还不帮他穿胖次，对不对？等一下，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月是小喵喵当家总裁，你们乖一点哦。好，我们小喵喵当家总裁，而且刚好小喵喵下个月又要迎来他的生日了，希望有这个机会让猪猪制作一个客制蛋糕让小喵喵吃。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缘分，因为毕竟要年资12个月才可以领本频道尊爵不凡的客制蛋糕。对，但是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也欢迎用我们下方可以一次充半年或者是1年的绿界，这样就可以直接蛋糕入手，这样子为您庆生。对，基本上我们频道的大佬们像基本上都有吃过猪猪特制的生日蛋糕，或者是一些比较周年蛋糕之类的。对，希望这次尼斯期也有机会让你们品尝到猪猪的手艺，这样。什么叫我最烹啊？对了，我最烹啦，怎样？拍拍熊，你又不是在现场，你怎么知道我喊很多次？过2天记新出的肉肉线上啊，真的假的啦？丁爷这样子不好意思啦，好啦，我现在直接把我的新地址打给你，等我一下。好了，丁爷，谢谢你，没事。我们现在挺过了15天非洲猪瘟，我们丁爷那边烧腊店，我们先让他的猪肉先回稳再说，好不好？谢谢丁爷，感谢我们烧腊店小开，好不好？而且最近猪农先生也常常过来臭我，你在臭啊？我在担心你们家那个15天的非洲猪瘟，你在那边跟我笑我那个金币奖怎么入围当天衣服穿不好，我就让你笑，你在笑啊？好，猪农先生现在不在线上，但他鼻子跟耳朵一定很痒。我在担心你15天的那个非洲猪瘟到底能不能解封？你在那边笑我，金币奖颁奖典礼我全身都是水，要洗澡不洗澡，你笑我，让你笑啊，气死我！退粮就可以吃吗？啊，真的假的？有粮烧腊，我想吃哦！阿姨来塞，昨天彩彩居然敢威胁你，这实在是太坏了，小喵喵。那我们就决定这次一定要用芋头料理，好不好？小喵喵，这是太坏了。要说自己。真的，对，我知道8月1号先生可能不一样。如果是钢弹林彦手，对，绝对是这样。下次我要在你们面前，然后故意把钢弹拿出来，然后把让你们崩溃这样。大猫伊拉塞，对，凉感烧腊感觉很酷哎，丁爷烧腊超厉害，真的。才昨天发现自己没延毕，在那边幸灾乐祸。对啊，他没延毕啊，他已经毕业了。我跟你们讲，各位大佬们，他才要开始嚣张了，因为我们的趴趴熊送给他延毕礼是只有在10月份，也就是10月份的延毕礼，我还特别为了趴趴熊的指示，特别又炖了蜜芋头，然后裹上去那个厚厚的那个裹上去的那一层，我还放在 DC 让他崩溃。对，但是他知道他11月毕业了，超级嚣张。超级嚣张，对不对？可以，小喵喵，只要您的菜单有出来，绝对可以让他笑不出来。反正我每句都不知。好啊，看来我们福利熊有眼线，大家要不要迫害一下彩彩？这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了，小喵喵，这个是必定会发生的，毕竟是我们小喵喵当家的这个月，怎么可能没有人迫害他？好不好？必定会发生，知道吗？嘿，甚至搞不好。直接迫害到他明年8月又有芋头生日蛋糕可以吃了，搞不好，好不好？我真的没想到我们本频道的迫害可以完成这样，模型被拆掉感觉很对。我下次要挑战你们对钢弹，你们对钢弹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我们女孩子可能对于那个小娃娃配件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词我突然忘了是什么。强迫症，对，我们小女生可能对娃娃，可能手套或者是我们头饰掉了，会有一些强迫症要把它找回来。我下次要挑战您各位对钢弹的强迫症，能完蛋了。他昨天讲，等一下，到底是谁敢呛你？请问亲爱的趴趴熊，亲爱的福利熊，谁敢呛你？我们福利熊是有办法一次1年甚至半年的，到底你们谁居然有办法这样呛他？你们怎么了？
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对，他真的皮不怕，他皮不怕。在直播中伤害夏雅驾驶，我这一康带到你们底下，你哪壶不提提哪壶，那胡说八道。我们年代已经飘向了夏雅那个年代了，是不是？那个年代是我哥最喜欢的。我小时候最常被他迫害的就是夏雅跟阿姆罗，我真不懂为什么他这么喜欢他们这一对。对，长大才发现蛮香的，就是还蛮香的。好，对，总之呢，对这个年代基本上，对我只能说是很美好的一个钢弹年代。对，彩彩的皮属性已经是臭名远播嘛，他就是不怕。我觉得芋头现在已经无法制裁他了，怎么回事？我们到底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制裁他？芋头下次加个老干妈之类的好不好？芋头下次加个老干妈，直接让他拉肚子。我喝个水。1点41分，我只剩20分钟可以跟你们聊。我真的要乖了。现在的喉咙状况不适合多聊，好好的养喉咙。我们的歌曲还有最后很多很多要细微的修的，就是更好的部分还有很多。对，好，总之呢，这个月虽然说彩彩她毕业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只是暂时的。昨天我们Tawa也呛了，这个月不是普发那个什么1万块吗？哇靠！此话一出，我真我都不敢提普发这件事情。对，我实在是非常低调，想说大家就是好好的守着，好好过生活，好好就是养老，不是养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妻小之类的。我们Tawa昨天开出了这个话题那听说这个月有普发这个彩彩继续皮嘛这不愧是我们年资第一名，已经要迎来耳顺的大佬，我们Tawa。对，我们Tawa敢开这个话题，好，我就顺着他这个话题，耳顺，对，不愧是耳顺大佬。对，我不会拿到退伍金。这个很怕，这个光是听就很怕，你知道吗？我这几年的青春，今天就这样子没了，这样。对，注意身体。好啦，才你在皮啦，反正小喵喵，小喵喵昨天有提出1-2个点子，但是我现在还在跟他讨论中。对，那小喵喵你在等姐姐再回复你，看说我们到底要怎么玩这个月的芋头料理。谢谢小喵喵。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要截一个图给你们看。等我一下哦，这个我就要去找一下那个5000老师今年年初给我的建议，真的是很可怕。看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哈。好，今年呢，好不对，等一下哦，我应该要这样才对，等我一下。好，我截好图了。你要想你让某些人崩溃，他就会让你更崩溃吗？例如呢，我让谁崩溃，然后他们会让我更崩溃？有吗？有这个例子吗？好，例如今天我们让彩彩崩溃，让他吃芋头嘛，然后接下来谁会崩溃吗？没有人会崩溃啊。这不是皆大欢喜吗？福利小福利是吧？他们只是提醒。好，我们耳顺之大佬只是提醒，是这样吗？好，小喵喵 ，OK。蜘蛛保重。谁水灵宝贝，不然您说说嘛。我让谁崩溃，然后谁会让我更崩溃？有吗？有这个例子吗？等一下，不是。你们说的是钢弹的部分吗？不是啦，反正那个钢弹部分只是嘴炮，对，嘴炮，对，因为本频道应该说我的家，应该说我的房间不会有出现任何的钢弹，
对，目前没有任何的钢弹出现在我家中，所以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好不好？对，这个是绝对不用担心。我自己也很怕，好不好？而且我现在看到钢弹硬邦邦的身躯，我都会有一些，我都会有一些那个 PTSD。这关系到我上一任哈。总之呢，在我的眼里，绝对是没有办法存在任何的钢弹的。对，我的 PTSD 会压起来，好不好？对，这不是我们长官吗？大礼包拆完了，而且大礼包里面有好多营养食品。而且我答应大家今天跟大家聊到下午2点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该聊一下关于5000老师很神准的事情了。今年年初啊，不应该说从去年12月开始，就是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筹备我们今年度5月的超大的这个募资活动，就是第2批的台语专辑还有3D showcase 的这个活动。其实从去年12月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拟定了，就那时候有在跟大宝师聊说到底该怎么跑，该不该跑。因为去年我们很开心，就是有拿到金米奖的这个3D 化的人物建模的奖品，于是就开始在思考说，天哪，拿到了这么棒的奖品，那会很希望有一个专属于猪猪的秀，让大家看看更加本土的这个 3D showcase。 所以就在思考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跑募资。但是说真的，募资真的很多很细微的筹备事项，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个人式的我们真的要跑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会烧掉很多的时间跟金钱，就是前置作业的状况。对，所以啊，又开始了。那个时候我就不断的求神问卜，就是神明这边问一下，那边问一下。当然5000老师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命理师，我们的5000老师那边一定也是会算是稍微询问一下他的建议，然后他也是会很热心的替我们去帮他们家老板做一个询问。他们家老板是什么？3清板板，对，就是道教最高最厉害的板板3位长老这样子。然后5000老师的老板就是这3位，然后那时候就边忙，然后边把杯嘛，然后就是反正玄学啊、科学啊什么的，努力就努力，然后边做统合，然后边做一些周边的一些策划，然后反正很多事情巴加的。然后5000老师在今年的3月就只有丢了这句话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虽然说会很忙，但是都是很顺啦。然后猪你就是其他时间不用担心，感觉都会还蛮顺的，但是有3个月份要注意一下。这样，你看2025年3月3号，那时候3清板板就已经有在提醒我这件事情了。你小心年底10月、11月、12月就好，其他时间工作上应该都是顺道起飞。好啦，我看了一下，我都觉得说，天哪，10月会发生什么事情？11月怎么了？12月啊，那时候可能要发专辑，不会吧？然后开始心里就在乱想。但是很悬的是，你们也知道我今年有多忙，我今年忙过了多少大活动、大案子，都没有生病。我们先从5月份的开始好了。5月份最大的这个募资活动，可能要公开之前，一定也是忙到快中风嘛，忙到快死掉。但是5月底，我们这个活动算是公开了，对，开始募资了。很像也还没有出现任何身体有状况，可能出什么状况，然后顶多就是可能很期盼，就是我们这个募资可以成功，然后跑着跑到8月底，我们也获得了就是可能文化部算是补助计划130万，然后再加上我们8月底正式结束之后是有冲破100万的这个募资计划，算是很圆满的结束。感觉很圆满，很顺利，很开心，然后也还没感冒。对，我想说不对啊，怎么可以撑这么久？好，感觉下一波10月份有一个最大的，就大家也很期待的 V-Stage 演唱会嘛。我就在担心，糟糕 V-Stage 演唱会上面会不会就是出现不好的东西，我就挂在心上。但是我也是有
快点，就可能不管是武庙那边，可能宝贝跟二爷讲说，希望可以保佑我这些活动都顺顺利利啊，然后 B Stage 演唱会不要出包啊，然后成员身体健康，这些能讲的都讲了哦，一样。我们 B Stage 演唱会基本上也很顺利，而且我那天在台上跟你们讲的是真的，因为那天我真的觉得我的喉咙要不行了。其实我那天是觉得我要感冒了。所以我觉得说好了，演唱会当天至少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不是很糟糕，而且也还没有真的是重感冒到没有声音。所以那天结束之后，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大概要感冒了。可是很神的是 ，B Stage 演唱会过了3天之后，我的喉咙又没事了，所以才跟你们讲说，没事了。对，然后之后在10月份，对，又有车王出现，没错。什么12月碰啦我在10月份在 B Stage 演唱会的前几天的那一个礼拜，我又出现了一个机王，又是一个车王车关的部分，而且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车关，就是那种时速20，然后莫名其妙那个有一个 Uber 的外送员从你旁边那个侧门撞过来，what the fuck？ 如果在撞车头，代表可能我没注意到他嘛，但是他自己过来撞我的车门。这超好笑的，你知道吗？然后因为还好我们两边都有保险啦，所以基本上这个就可能请保险去瞧就好了。我只是觉得，你们记不记得去年的 B Stage 演唱会的前一天，我也是莫名其妙被一位小哥从后面撞上来，而且那一天我根本就是时速10还是时速5，等个红绿灯，我只是要加速，这位小哥给我骑太快，嘣了一下我的后面，这样讲好奇怪。然后这位小哥怕的要死，姐不要叫警察姐，怎么之类，你们还记得吗？对，是怎么了 ？B Stage 演唱会前后就一定要有这些奇怪的机王，到底怎么回事？对，而且这些机王我可能还没有整理好给你们听哦，我打算等到11月，我觉得到11月底，我们的专辑录制的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们这个车关的部分，其实保险公司就是会谈一些理赔的东西，可能在11月底前后也是会有一些看说是要怎么理赔的状况下，然后等到全部都办完之后，我再跟你们分享我这个10月份的机王到底多，其实是很多。对，所以我这阵子每次都一直看着5000老师在3月3号，对，2025年3月3号给我的这些建议，你小心年底10、11、12就好。我心里想都花了发的，要不要这么准？准到我头皮发麻。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从10月开始，对，就很莫名其妙。去年也是啊，去年的 B Stage 演唱会的前一天也是很奇怪的小车关，然后今年的车关也是落在 B Stage 演唱会的这个礼拜的车关，很妙，超级妙。没有啦，我 B Stage 演唱会上面没有乱力气啦，我只是就是跟各位打个预防针嘛，担心我真的感冒啊，对不对？感冒就大家会担心嘛，对不对？对，后面亲密接触，这人挺红，还被撞到后面，然后不懂，对，就红灯了，你就不能慢慢骑吗？花了发，然后原来 B Stage 的 Stage 是等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啊 Battle 哦，是 battle 吗？好 battle 是我英文很烂，不要挑战我的英文。好，然后我讲到哪里了？好了，我真的觉得我的喉咙该休息了，然后直接撞上要价400万的车，认谁都会怕吗？等一下啊，我的车，我那个20年的老车了，到底是要价还是吗？有40万就该偷笑了，被400万。之前停红灯的时候也被机车从旁边撞到，就超级莫名其妙。对啊，但是因为真的是很莫名其妙的擦撞啊，顶多就是可能新安东新海上比较好，对，一通电话马上就来帮我处理，就真的对我们保险要保对，真的3宝问题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位外送员他是一个感觉是一个个性还蛮迷糊的小妹吗？我觉得他是因为在赶外送，对，然后反正就被撞到，然后一开始问他有没有保险哦，他超慌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保险，我要查一下。我心里想说靠北啊，这个没保险完蛋了，对，因为最怕这边是我有保，然后对方没保，那我这边如果可能车子擦到啊，钣金干嘛的啊，说真的估下来也不便宜齁，谁赔？嘿，最担心的是这个。然后我最坏的心理准备说好，可能这个妹子，可能这个小妹没有保险，但很可爱。我觉得她当下太慌乱了，原来她有保险，而且他的保险业务员还有就特别打电话来跟我，就是说询问一下有没有事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很有趣哦。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等到我们处理结束之后。可以再跟大家聊，因为我这边的保险业务员也真的是老油条啊，也是一个老狐狸啊，他也很怕我被坑，所以那时候在电话的另外一边，他有教我要怎么讲，对，所以保险要保对人，对，保险要保对，而且总之就是这些东西啦，我觉得该保的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对，免得当时要理赔的话，真的没钱或干嘛的话很麻烦。然后云天一拉下来，午安，小妹要电话了吗？没有啦，小妹她倒是蛮慌张的。她这一阵子还上个礼拜，还有就是自己传那个电话的简讯过来。她说：“周小姐，不好意思，那天就是不晓得您还好吗？你有受伤吗之类的？”对，但是我真的是忙到没有特别回她，而且其实说真的，这些东西我们私下最好是不要这样子，因为两边都有保险公司，就交给保险公司去处理就好了，免得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节外生枝的东西啦。对，总之那个妹妹感觉还蛮紧张的。对，B stage，BS stage。Uber Eats 那种新爱东京版，然后保险好需要业务啊，对，那个对，欢迎爸爸有需要的话，这个可以对我这边对，就是刚好这2年都有一些就是相关被你们服务的经验，就觉得你们服务的这个非常非常有口碑，对，真的是马上就好，很棒这样。没保险不能申请外送资格，所以我就觉得很妙，就是应该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就对，这个可能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对。现在东西业配感觉好事，厂商爸爸可以来找我。我这2年基本上那个车关都是在于 V-Stage 演唱会以前，所以我跟你们讲，敬爱的各位面线们，你们记得提醒我，明年如果还有 V-Stage 演唱会，请提醒我，演唱会的那个礼拜要注意有没有奇奇怪怪的机车骑士又撞上来，就是这样子。如果奇奇怪怪机车骑士又撞上来，又有理赔可以领了，这样。好啦，总之我觉得人车都没事就好，大家没事就好。最怕的是万一出了什么大事，那个要理赔起来，或者是有些还要走法院干嘛的，那真的是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关小小的莫名其妙的就让它过去了，然后我跟妹子都没事，这样就好了。对，我觉得应该是很慌，我觉得他那天应该是在赶着要送什么餐，所以就很慌，超慌。对，什么碰妹撞跑车啊！我精明概念，我在开车的时候都很注意，还蛮精明概念的啊。我觉得，对啊，至少我觉得那天被撞的莫名其妙，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我的扳肩，我的那个车子的钣金的确是有凹下去，那个妹妹超怕的，你知道吗？可能她很担心要赔很多钱吧。这好像不是什么碰瓷是什么啦？好啦，时间来到1点59分，好，大概是这样子。我只能说，你们真的有事情想要询问吴清老师那边，我真的很推荐，他真是准到我头皮发麻。真的10月份以前没感冒，很顺，任何的活动，还有一些企划，然后能跑的都跑得很顺，然后身体基本上也都是没什么病痛。过了10月，开始莫名其妙的一些机王出现，都是在10月开始，对。好，我现在就是希望这11、12月都可以很顺的过去，至少这次的感冒就是可以这样顺利的完成，顺利的恢复，这样就好了。好啦，我们来找一下今天可以降落的地点来。而且我有一口痰，好想吐掉，待会把大家丢到某个香香的 B 棚棚那边之后再来丢好了。看一下，好 ，OK， 接下来我们去找皮皮吧。也恭喜皮皮这次有入围，我们这次年度最佳 VTuber 的奖项。对，我们这次可能有一些
公视基本上历年都会颁一些那个入围者的一些企划，我们今年又可以跟皮皮一起玩了哈。然后关于这些入围者企划，我们也静待公视那边公布，看说是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相爱相杀的这些入围者企划哈。好，谢谢你们大家。好啦，猪猪要让自己的喉咙休息一下了。好啦，谢谢你们大家。有没有超摇、超级摇的卡夹，带着就是超级摇的卡夹 BGM 带你们逛一轮这个粉红限定的高雄场景哦。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ニピ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对不起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皮皮的配道了，猪猪要去把自己的喉咙好好的休息了。希望下次开台我的喉咙状况又是更加的复原了哈。妹夫いらっしゃい，我们妹夫上当天也有带他们家的小朋友过去一起录，希望你们都玩得开心。这一次可以让大佬们感受一下我们进录音室痛并快乐着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对，如果你们玩得开心，真的是太好了。我们11月8号也有我们薄荷以及我马克先生的线上专场哦。好，以上でございます。猪猪去休息了，谢谢你们。我们等一下马上降落到皮皮的频道喽，拜拜拜拜。